中嘉三冠王双子星与成大医院共同合作，举办多场社区媒体适度宣导。这次的活动来到了北区东兴里活动中心，与民众分享各种网络案例，并教导民众判读新闻事件要从多角度、多面向来看。就是看这张照片是长这样，然后我们换个角度看哦。刚好有没有？我们先变一个，转个角度看，变一个。刚好系嘛，伊是真简单的，就大概讲，阮家的某阮某要生第三个啦，一样是刚从车子上下来，然后换个角度看，是不是代志就改款了？为取信民众，许多假消息、假资讯更会利用名人加持来骗取信任。媒体识读团队特别整理出了查核8步，包含了解资讯来源、查核作者是谁、检查发布日期、摒除偏见来分辨、详细阅读内文、佐证资讯可信度、内容是否太夸大，以及向专家请教等步骤。你买分享给你丢毛，按分享，然后给那个赖讯息查证。实用的课程也让东兴里长王全上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高兴莲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感谢咱的中嘉给我们的里民认识诈骗集团然后我们怎么使用手机，所以这个讲座特别有意义，让一些岁数大的老年人都了解。媒体识读课程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假讯息，让大家都分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如果说经过这个课程的宣导之后，可以让我们觉得说可以分辨什么是真的讯息，什么是假的讯息。为让民众更容易吸收这些资讯，媒体识读团队特别将这次的课程内容做成9宫格游戏，让社区民众在趣味中学习。对我们比较年龄大一点的人，他没有办法去辨识说它是真是假，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你刚刚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你？我可以查证到它是真假的讯息，不会被误导，所以这个推广是很棒的。今天的课程很好，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假信息，然后还有让这些长者比较没有外出的，可以听到这个假信息的来源。中嘉宽屏媒体识读宣导，所有的课程都是免费，而且为了增加民众学习动力，也在活动中准备了精美的抢答礼。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学校机关踊跃洽询。媒体识读免费报名专线06-281-5194转8516许小姐。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